高雄民生病院北院內天9日群聚疫情，衛生局今仔日下晡時公布5例本土，6月11日一個78歲的患者確診了後，院方是擴大採檢，發覺講甲伊住共樓的病患還佫有4例感染源愛擱查。衛生局是趕緊噴藥消毒，也要求民生病院要愛管制，袂使擱收新病人。此次出現5例確診個案，來源未明，衛生局隨即啟動緊急防治工作，匡列風險範圍，溯源自5月27日起擴大採檢，釐清感染源以及疫情範圍。截至今日中午，擴大採檢131人，目前沒有新增確診個案。78歲機票個案，5月29到6月7日，捌佇咧民生病院住院。6月11因為發燒、頭殼戇佮冰白，轉來看醫生。衛生局這陣除了加強消毒，嘛要趕緊把感染源找出來。